究竟帶 Insta360 Go Ultra 去旅行實拍效果係點樣嘅呢？見到布拉格好特別嘅歷史、好新潮嘅藝術品同埋好靚嘅夜景，一共有2集，我哋開始。嚟到機場將部機黐喺心口，影啲無謂嘢，都係想 show 俾你睇部機可以咁樣影，實際有冇用就自己諗。呢個就係威尼斯另外一個機場喺 Treviso 度嘅，大家香港嘅遊客應該就唔會嚟呢個噶啦。呢個登機嘅 shot 係用頸繩影嘅，Go Ultra喺我心口，地勤姐姐見唔到。過關出嚟，擺翻部相機喺頂帽，直航去布拉格。呢度淨係得 Ryanair 揀。出現咗段小插曲，個地勤擺咗烏龍，放咗我哋頭幾個入嚟，原來未 ready， 後邊成條隊都望住我哋。搭廉航就當然要行樓梯，拖住個20寸篋，好彩唔係好重。呢個 shot 就話俾你知，用 Go Ultra 喺機艙裏邊拍片畫質都接受到。揾到我個位啦，就可以表演咩叫拍住片解放雙手，唔係點讀到你買。響個帽夾擰一擰部相機就可以影直到去 IG 呃 like， 成3000蚊買部相機嚟影抌垃圾。捷克個天文台同香港一樣都係唔準嘅。呢一程 Uber 用捷克國民品牌 Skoda 嘅車。Thank you。前台靚女唔係好過部相機影緊，因為可以熄燈同熄聲。終於嚟到酒店啦，靚唔靚啊呢個？一張大嘅 king size bed， 一塊鏡。書台、食飯台、電視、梳化、地氈。好，睇個景先。個景係隔離屋。OK 啊。食晏，捷克嘅男人都好似幾高大。Cheers。內置咪會收到好多雜音，唔好妄想佢係無敵。夾相機喺帽向下影住自己食嘢係威嘅，臨場感十足，用手機好難影到咁。一定好輕呢隻 texture 係咯。張住一嚿咁咯，薯仔、蘑菇、菜。出發前已經知道捷克菜唔算太好食，我嗰個係薯仔 pancake 加沙律，老婆嗰個係鹿肉 goulash， 兩個都麻麻地。第一個景點去咗新舞台劇院，呢度係蘇共時期起嘅，個樣都好靚。隔離就係布拉格國家劇院，共產之前起嘅，靚仔幾多？咁嘅情況應該 HDR 都冇乜用啊，大背光。但又唔係喎，暗位都睇到啲細節，個太陽又未爆晒。去咗河邊睇好靚嘅建築物 ，Go Ultra 有得 zoom 2x 望下邊冇咁齋。轉翻去 1x Go Ultra 嘅鏡頭，視覺又真係夠晒 wide。跟住對情侶後面影有幾靚喎。我呢度見到好多人帶大相機嚟影，證明呢個城市有幾靚。繼續跟住對情侶行去下一個景點。格格不入嘅，佢就係 Dancing House 跳舞樓，1996年起好，位於布拉格嘅新城區。咁樣睇佢嘅外形又真係別樹一格，不過嚟到都係影張相打下卡，冇乜特別嘢做到。當日我帶埋呢一支迷你3腳架自拍棍去 set 咗腳架影 time lapse， 但啲雲又喐得唔夠快，衰咗。之後翻轉頭揾到個幾靚嘅影相位，影到軍團橋做前景，布拉格城堡做後景。預啱時間仲可以見到蘇聯時期出產嘅電車喺軍團橋上面經過，好特別嘅。不過 Ultra zoom 咗都唔夠近，呢個場景佢就輸晒俾新嗰啲有4-5倍 zoom 嘅 iPhone。冇幾耐就喺近距離遇到喺呢度我最中意嘅嘢，就係蘇聯時期生產嘅電車，真係好靚，靚到我買磁石都揀咗佢。同部電車平排影就見到 Go Ultra 嘅 Mega 視覺影出嚟歪得嚟有啲變形。如果想線條直啲就揀翻 D-Warp 或者 Linear 視覺。途經便利店又要扮嘢 show 下個磁石吊墜有幾好用。如果你唔係旅行 vlogger， 影住自己俾錢呢啲片又真係冇乜用嘅。黐佢喺心口收自己把聲真係收得幾好。究竟佢個樽蓋係咪都係黐住嘅咧？係啊，有黐住啊！仲有2個添啊，黐住啊，2黐啊，但可以咁樣咯。嚟到旋轉卡夫卡頭像，但佢未夠鐘轉喎，所以就行咗去一個好有歷史嘅有蓋商場。特登過嚟睇隻調轉嘅馬。附近有條樓梯可以俾你行上去影相，係1999年由捷克藝術家整嘅。上面個人係一個波希米亞時期嘅公爵，設計係為咗嘲笑當時領導人。再上多一層去到3樓就可以更加清楚咁睇到佢，同埋呢個有100年歷史嘅商場。個商場雖然舊，但係又好有味道。之後行翻去旋轉卡夫卡頭像，見到超多人，因為佢開始喐啦。2014年落成，11米高，每一個鐘頭踏正轉一次，一轉就15分鐘，幾特別嘅，建議你嚟睇下。我試咗用 Go Ultra 手持嚟影 time lapse， 效果係我接受唔到嘅，睇到人暈都頭埋，係我自己懶嘅，當時又冇打開支3腳架放喺地下影。之後又見到我最愛嘅布拉格景點，佢就係
電車啦，復古電車。得意啊，有幾靚？呢係最靚呢個色真係好靚，其實奶油色。同埋索女咁啱部 Go Ultra 喺心口，影到去行 catwalk。啊，色幾靚，zoom 埋去，開咗 Pure Video 啦。預設夜晚影嘢，好多商店嘅燈光都會頻閃好礙眼，但喺黃昏同埋入室內影嘢絕對難唔到 Go Ultra。機身正面連 logo 都冇過，就係佢嘅最大優勢。着住件白色底黑色花風褸，相機黐喺心口，完全冇人見得到。跟住就行過去我哋訂咗台嘅餐廳，希望晚餐比起午餐好食啲啦。先嚟杯嘢飲，係杯蘋果味嘅 lemonade， 然後個樣好似龍紋身的女孩電影嘅侍應就送嘢食嚟。我叫咗牛仔肉配薯仔 dumpling， 老婆就叫咗鴨腿，兩個都好好食。入夜啦，可以用 Ultra 個 Pure Video 模式拍嘢。而家 set 咗做撳2下機就會開 Pure Video 拍嘢，唔知得唔得咧？你可以自由設定撳1下或者撳2下快門，佢用咩模式影，幾靈活嘅。好得意嗰啲街燈你睇，4個窿喎，同埋好柔和啊。頭先3盞啊嘛。呢個特別橙喎，後邊嗰個冇咁橙喎，見啊。布拉格夜景啊，後邊有個幾靚嘅建築物喺度，人哋叫做捷克國家博物館，好明顯我係唔適合做旅行 YouTuber 嘅。喺雅茨拉夫廣場邊行邊影，睇到運動相機電子防震嘅瑕疵，就係畫面，特別係發光位會上下跳動，唔係淨係Go Ultra有，好多其他運動相機都有。如果你有睇過3段以上我嘅片，希望你可以訂閱，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我呢個頻道。多謝晒。繼續行過去下一個景點就係舊城區啊，喺布拉格咧真係唔使點搭車啊，周圍行行去就得。你睇望出去幾型？嗰個就係天文鐘啊？唔知，可能係。果然嚟到大名鼎鼎嘅布拉格天文鐘，跟住舊城廣場。靚喎，我中意而家發晒光㗎嘛，幾好睇㗎。哇，型喎，有個剪影喺度㗎啦。普通幫景點拍片，我唔建議將相機夾喺個帽度，個頭喐少少，畫面就發來發去。係咪叫舊城廣場啊？定咩廣場啊？布拉格廣場。繼續證明我唔係一個稱職嘅旅行 YouTuber。喺人多嘈雜嘅景點，佢會收到啲咩聲？相機擺喺自拍手柄上面 ，pan 住嚟影都好順暢，但上下嘅移動就取消唔到嘅。對於業餘玩家，而家相機啲防震已經可以完全取替兼步咯。廣場建築黃色燈，後邊個泰恩教堂藍色燈襯埋一齊，加埋呢個靚靚天文鐘，明白啲人點解話布拉格好靚。冇等埋天文鐘報時，因為聽日會嚟，下一集先講到。開翻個 Google Map，準備行翻去酒店嗰邊。環境光越唔夠，畫面跳動就越明顯。翻酒店之前去河邊離遠睇下布拉格個城堡。夜晚打晒燈咁樣睇好靚，但好鬼遠。用 Go Ultra 就算 zoom 咗2X 都冇用，唯有揾啲樹葉做前景扮 pan 鏡。順便過去快睇查理大橋，但先要經過一條好窄嘅行人路。首先見到查理大橋近舊城區呢邊嗰個塔。條橋同埋布拉格城堡就係之後2日會去嘅景點，夜晚拍埋一齊睇幾靚。回頭要行一條更加窄個路，你可以睇到 Go Ultra 去旅行夜晚拍嘢絕對夠用。俾我影埋夜晚發光嘅電車，有 Pure Video 嘅 Go Ultra 好難唔係最方便嘅旅行 Insta360 相機。下一集會同大家過橋去布拉格城堡，同埋睇下天文鐘報時嘅。想睇就記得訂閱，我係 Nick，下次見，拜拜。